有什么？郑慧英文图，长腿叔叔。好无聊。妈妈，包里有什么？让我看看。都是妹妹的东西。妹妹还小，需要的东西多。我已经长大了，自己的东西都放在自己包里。我的君儿自己也能做得很好。妈妈自己的东西一件都没有。这儿呢，有钱包。哥哥包里有什么呀？数到3就给你看。1、2、3，都是书啊。这是哥哥画的吗？无聊的时候就画画。哥哥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。我也喜欢画画。书上也画了画呀。这种事儿可别学。那里好像有什么？你包里有什么？那是秘密哦。让我看看吧。那就给你看一点哦。是枪。这是一个能嗡嗡转动的机器。我要用它做一盏灯，把新家装饰得漂亮一点。听起来很有趣，我也想试试。等你以后像姐姐一样有力气的时候就可以做啦。这是饼干吗？这是给流浪猫的。哇，这么大！哥哥包里有什么呀？你猜猜有什么？软软的？是什么呢？怎么有这么多衣服呀？都是要拿到叔叔店里去卖的。得努力赚钱买房子呀！我在跳蚤市场买玩具，给小狗买了房子。小朋友已经买房子了，你真厉害！妈妈穿上一定会很漂亮。还想着妈妈，真是孝顺。要不要看看我的包？好呀。奶奶包里有什么？我的包里有，看。有一个口琴哦。您会口琴吗？经常吹呢，还打算和朋友们一起表演呢。我也想听。等以后在闪闪发光的舞台上好好吹给你听。是好吃的糖果。咳嗽的时候吃了会舒服些。包上装了轮子呢。包里有什么？有什么呢？哇，这又是什么？就像给你这样有好奇心的小朋友看的书。这是为了能让故事讲得更生动，特意准备的。小朋友们一定会很喜欢。谢谢，听你这么说，真高兴。我知道这个故事。看来你很喜欢看书。要不要看我的包？好的。你包里有什么？我的包里有很多贴纸和玩具。我也有。我也给你看看我的包，有很多一样的东西吧？真的一模一样。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呀，太棒了。这个是草莓味的。是的。这个给你。我也给你一个。俊儿，该下车了。